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出埃及记第33章7到11节，约翰3书9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之人。保罗在传福音的当中带第29的教会是哥林多教会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保罗到哥林多3次，有人说是2次，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注却是最多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，因为他们缺乏了爱的特质，没有合一的心智，更严重的是分党结派，彼此攻击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2节，保罗就开宗明义的提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了。他们分了4个派别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众说纷纭，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说我是亚波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以前在帝皇时期，并不是人人可以去见王，只有被允许的人或是王身边的人可以。这一些王身边的人称为 kinsmen。同样的，只有上帝选召的人可以亲近上帝。这是在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的经文记载，摩西与约书亚进入会幕的事。圣经记载，每一次以色列安营，摩西就把帐幕张设在跟营有相当距离的地方，称为上主的圣幕。凡对上主有所求问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。每一次摩西上圣幕去，人民都站在自己的帐篷口，望着摩西，等他进入圣幕。摩西进去之后，云柱就降下来，停在圣幕门口。上主就从云里向摩西说话。人民看见云柱停在圣幕门口，个人就在自己的帐篷口俯伏下拜。每次上帝和摩西面对面说话，都像人和朋友谈话一样。摩西回应时，他的年轻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留在圣幕里。上帝选召摩西，摩西就进入上帝的会幕，与上帝说话，领受上帝的诫命。圣经形容摩西与上帝的对话，好像朋友在说话。这样的亲密关系，是因为摩西他是上帝的人。很多人喜欢当领导者，但却没有领导人的风范与呼召。也有人很害怕当领导者，即便上帝的呼召是那么的清楚。要如何成为有呼召的领导者呢？这是基督徒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。约翰3书9到12节这样提到了其中一个人。他说，我曾写了一封信给教会，可是想做领袖的底特腓不理会我所说的话。我来的时候要揭发他所做的事。他用坏话攻击我们，造谣毁谤，
这还不够，他自己不接待外来的信徒，甚至阻止那些愿意接待的人，要把他们赶出教会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学坏，要学好。谁有好的行为，谁就是属上帝；谁作恶，谁就是没有见过上帝。大家都称赞迪米特，真理为他作证，我们也为他作证。你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真的。约翰勉励基督徒应当要学习好，或是说美善，因为那是上帝的特质。属于上帝的人应该要学习上帝的特质。约翰他说得非常明白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学坏，要学好。谁有好行为，谁就是属上帝；谁作恶，谁就是没有见过上帝。大家都称赞迪米特，真理为他作证，我们也为他作证。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话是真的。根据哥林多前后书保罗的劝勉，一位属上帝的人应该不会愿意教会分崩离析，不愿意分党结派，因为那是恶者的行为，是没有见过上帝的人的自作为。那么我们来分析或思想一下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信仰里，怎么样的人是上帝之人呢？要温良谦恭。根据约翰的教导，要学习迪米特，要为真理努力，也谦和，因此得到众人还有真理的赞赏。读经祷告，我们看到摩西在会幕与上帝说话，像是朋友在对话。也正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必须要进入密室，在与天上的父说悄悄话，要追求真理，行事为人，说话谈吐，要像一个好人，如同上帝的特质，成为一个被认证的基督的门徒。要顺服同心，顺服上帝的呼召，同心合一的在教会服事。要参加礼拜。如果说一个属于上帝的人是不礼拜的，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相信了。不愿意常常见面去说，哎呦，我们的关系很好，这是骗谁呢？要勤奋服事。当教会正在忙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是有更多的兄姐的参与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能够体会教会中有一些长辈在健康、在体力上是没有办法参与的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。如果有人说我很爱教会，却选择出去游玩，却不愿意同心服事，我也不相信。就如同约翰说的那一位狄特腓一样，约翰根本不相信他会接待他，尽心尽力。保罗教导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主而做，基督徒应当要尽心尽力的为主而做，才能证实我们是属上帝的人。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。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。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
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。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，你喜爱的公正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支持公道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。他神圣庄严，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。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人。归荣耀给主耶稣，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